关怀文教基金会伫台语文创意园区举办台语音乐节的活动，邀请到金曲歌王谢明佑、声乐家圣歌队，还有这合唱团来唱这经典的老歌，吸引真侪人来参加。甚至还有住伫咧屏东的加拿大民众，为着要学台语，特别拼来彰化参加音乐节。 这首写台湾农村牵牛犁田、透南西拉雅歌谣的牛犁歌，互台卡的民众听甲真起味。关怀文教基金会伫台语文创意园区举办台语音乐节，邀请金曲歌王谢明佑来唱歌，有牛犁歌、月夜愁、无破梦这歌真有代表性的台语歌。时间上，咱台语歌有做者透南和变化，所以我经一歌依照伊的时间性、伊的历史。 变化所选的歌单，我感觉台语歌特别珍贵，对台湾社会特别珍贵，是伊拄啊好记录着。因为当初大家毋敢写政治，只好写生活，所以记录着足侪生活的模样。除了有谢明佑带来1970年代进前的台语老歌，还有安排声乐家、合唱团的表演，请袂少爱听歌的民众参与。其中，还有住伫屏东的加拿大人，为着学台语，特别拼来彰化。 Because I like Thai culture, and I want to learn. I want to be able to talk to Taiwanese people more, and I think Taiwanese comes from the heart. So I want to get better at Taiwanese. 听歌王唱歌啊，对伊唱歌，大家学习，做伙享受咱家己台湾的文化。 关怀文教基金会表示，台语文园区年底还有2项大代志，就是户外歌戏参台语家庭日，透过丰富趣味的活动，要互大家同齐来佚佗，小少讲台语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